下面为大家带来广东湛江吴川市7人制足球赛的决赛，由身穿白色球衣的唐伟街道对阵绿色球衣的郑文镇。广东足坛凉菜组合和快马陈俊杰领衔的唐伟街道，成为本次赛事的最大夺冠热门球队。郑文镇由久经沙场的梅州球星刁彬彬带领一班00后新生代球员挑战凉菜組合，馬上進入雙方精彩的大戰。好啦，比賽正式開始，我係最大嘅攻擊手啦。咁啊，而喺塘尾呢邊啦，有范瑞偉，哇！呢邊咧嚟自呢個守門，重新再組織過啦。係啊，咁啊呢名嘅91號小將啦，梁日斌今屆賽事喺我哋5000嘅禁毒賽場，真係啊，哇表現係非常之搶眼㗎嚇。係啊，咁佢亦都會同佢哋嘅中場大師啦，刁彬彬喺今屆，哇呢個波睇埋先。喺今屆咧係會去到3雪西甲咧，同埋即係刁彬彬同梁日斌啊，會去到國際競賽，代表上屆衛冕冠軍係征戰今屆賽事嘅西甲嘅。哎，呢邊嚟優先，哇！又係高超耀啊，擋到之後再中尾啊，應該俾角球啊，係啦，梁日斌。不過咧就唔打左路先，都係打翻右路嘅林俊傑嗰邊。呢一段咧就曾文鎮都猜咗頗長嘅時間啦嚇，再俾翻呢邊依家梁日斌，不過俾周志豪斷到。范瑞偉第一下咧想上搶，搶唔到，周志豪再過，哇！最後范瑞偉翻嚟，呢邊李一瑩可以打翻腳啦！李優先想護住個波，點知俾對方偷走，呢邊再轉移過到嚟周志豪，自己整翻腳，哇！嘅睇下先。係啊，佢係張家毅嘅師兄啊！啊，係啊，04年㗎，係啊，04年嘅張家毅嘅師兄。可能讀多一屆啦。本嚟咧係想去廣東工貿嘅。哦。誒，睇下呢邊啊，梁日斌，再扣啊，再扣，哇！廣東有啊！梁日斌好嘢啊！不愧係曾文鎮嘅射手啊！扣咗2下㗎嚇，左腳扣右腳，右腳嗰下咧，我諗住佢要打㗎啦，但係佢唔打，再扣多一下咧，用左腳咁啊，開波到依家啦，應該講控波更長時間嘅係塘尾呢邊嚇，咁啊，但係曾文鎮利用到一次反擊嘅機會，先開紀錄。例如啊，范瑞偉啦、楊優先啦，同埋梁日斌呢幾名嘅球員，咁加埋一輝，真係佢話平時咧喺中層嘅大賽當中，可能就攞1個或者2個去打啫，可能就唔係咁細得。今屆咧，哇！呢個波啊，范瑞偉，哎呀，但係，有冇點球先？裁判俾咗點球啊，應該咧就係正話高超耀嘅出擊啦。對20號范瑞偉啦，係有一個碰撞嘅，因為范瑞偉依家係助跑咗好耐，哇，咁耐㗎，最後都係地波搞掂，哇，心理素質好強大啊嚇！佢嘅助跑咧已經助跑咗起碼有10秒以上，先至咧最後起動。領先嘅鎮民啊，可以講係全線退喪啊，全部都係退翻自己半場。甚至可以講係相對嚟講退得比較後添啊，去到咧就喺葫蘆頂同埋中圈之間呢個區域先開始布防啊，整個陣營壓縮得係比較之扁啦。陳俊傑，呢下撞過嚟俾梁偉傑，再轉移到左邊李一瑩，相當耐心啊！不斷通過傳球去調動對方嘅防守，假嘅呢下想扣一扣，梁偉傑扣唔過，俾對方斷到，但係范瑞偉，呢邊又有單刀嘅機會啊！楊優先搞掂啦，3-0啊！哇！喺中線附近啊，彈到落嚟咧就係楊優先嘅腳下，楊優先咧有身高有速度。單刀赴會之下，冷靜用左腳施射，幫助曾文鎮領先去到3-0。各位球迷，你哋估唔估到啊？真係啊！李一瑩咧都移到嚟右路，咁啊李一瑩咧就點解會暫時又移過嚟？咁啊應該咧就蔡浩健咧去到左邊啊！呢度咧，呢個搞啦！哎呀，估佢唔到啊！咁但係就係真正嘅事實發生喺呢度啦。咁啊暫時咧就係曾文呢邊3-0領先。葉輝再打，呢下射得都幾靚啊！
范瑞偉中場附近攞波，哎呀呢下對腳啊，2打3嘅機會，張浩健比後咗啲，但係最後嚟開咗個戰術角球，回到後邊嘅姚一輝，再俾個身後。楊優先呢度空晒啊，自己打，哇！咁咪穩定㗎嚇。咁啊真係為到咧就水泄不通啊！真係今日整個咧球場嘅4條邊啊，全部都係裏3層外3層，再加上喺看台上邊，亦都係密密麻麻坐滿咗啊！睇翻呢下嚟自李一瑩嘅射門，麥浩強擋出個橫邊界外㗎啦。咁但係咧即係話未出，咁跟住咧就阿梁耀斌真係好快嘅個速度，呢下咧又係。范瑞偉停到，諗住再轉移，俾阿李一瑩咧擋一擋之下，睇翻唐美嘅進攻，前插嘅韋宗仁唔俾，哇！呢下咧嚟自蔡教授蔡浩健嘅射門，大髀落落嚟，再俾翻周志浩。陳俊傑上一場比賽啦，球隊1球落後之下咧，係靠佢2個入球咧係反超，呢下哎呀，周志浩嘅遠射。過到啊！後邊李一瑩嘅傳中有啦，哇！咁都冇啊！舊年就代表湛江熱點喎。係，冇錯。今年就朱劍濤咧會代表湛江熱點同埋李一瑩。係，朱劍濤係代表湛江熱點。睇翻呢個進攻機會啊！繼續睇翻唐美嘅進攻，李一瑩 cut 一 cut， 回翻後邊。蔡浩健再俾中路嘅韋宗仁，韋宗仁仲唔打，再俾喺呢邊陳俊傑嘅機會，哎呀！陳俊傑嚟講啦，可能就真係情願唔攞呢個射手，都想攞冠軍啊嚇！係咪一般射手都攞唔到冠軍咧嚇？咁又唔係嘅，都有好多射手可以攞到冠軍嘅。睇下而家時間都仲有，哇！又係速度啊，搞掂啊！梁奕斌，梁奕斌咧呢個入波。同楊優先入嘅第3波真係好似㗎，就係佢哋嘅速度。李宗仁，雙方打到而家其實冇換人㗎嚇，有啦啩！哎呀，最後咧係高波俾麥浩強付出，地波擠入去，有啦啩！最後麥浩強。麥浩強啊，又立功啦，亦都有速度。佢咧其實就即係我覺得會打，無論喺大場嘅11人制，定係我哋依家打緊嘅7人制咧，佢都 OK 嘅。咁而其他幾名嘅隊友咧，相對身材就冇佢咁高大啦。例如話呢下嘅梁奕斌又搞掂啊！哇，不得了啊，梁奕斌，好似氣發啊！幫助球隊領先去到5-0。梁斌6波咯喎，成咗另外一次嘅換人。咁啊，楊優先落，換上咧係7號嘅麥日輝。梁偉傑再俾7號健過到，哎呀，過唔到刁彬彬啊！舊年成績就麻麻，今年屆又攞冠軍喎。好啦，比賽結束，最後嘅比分咧就係鎮民鎮5-0戰勝唐美街道，取得咗2024年吳川市禁毒杯7人制足球比賽嘅冠軍，恭喜鎮民鎮！我哋恭喜鎮民啊！